连续落几日天的雨，屏东的山区佮继续传出灾情。屏东雾台乡的大武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雾台2号便道，透早船长就发现讲暗坑和大水冲崩去哦，部落对外的交通中断，有上百人受困。屏东县政府昨暝嘛宣布讲，满洲、三地门、佮雾台乡等9个乡，今仔日是停班停课。好的，雾大联络外道路。 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下山工作的一个道路。目前我们的航管已经80%都已经分手了。几偌侪暗坑拢断去，掺土石的溪水一直冲落来，路边已经围起来，提醒民众唔通阁行。这是雾台乡大武村居民唯一的对外道路。因为西南气流的影响，这2天连续落大雨，便道的路面已经愈来愈细。车站透早一看。 暗坑拢互溪水冲去，无法度通过。村长嘛赶紧用封锁线动咧，请村民暂时莫落山。下午2点多左右，我们有村民就发现我们整个对外联络道路的那个便道有异样。3点的时候就开始大水就把它冲垮，所以它只要一坏掉，像我们目前在部落100到110位，可能就没有办法下山。小隔壁的雾台乡阿里部落嘛是同款。 雨落袂停，土石松软，路面一半拢崩去，造成居民出入无方便。风台了后，大雨落袂停。屏东县政府车到暗时评估雨势，宣布雾台、沙田某等9个乡车站停班停课。县府也接续撤离满洲乡分水岭的民众。今天要派那个怪手去修理啊，现在一直下雨，所以不方便行动啦。 昨天已经安置好，就是把那个洗肾的人都迁回平地一亲啊，住在亲戚的家。除了山区有灾情，另外沿海东港拄好撞到大流，规暝雨水，互东经理透早大成路、嘉新路口的积水有淹到骹目，民众打水买物件、骑车上班。里长表示，目前情况无严重，雨若停，积水就会豆豆仔退啊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